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一首囡仔歌唱讲阿仔阿仔，天顶跋落来，跋一个真厉害。另外，咱新闻嘛常常讲到论气求财，啊那吉气小台，这意思就是讲大家爱以和为贵，才袂歹面相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财，子爱财第5条。财代表讲受价值的钱币、货物、储产，咱拢讲钱财财产。另外含钱有关系，咱讲是财务、财政甲财团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发财车，一般咱讲载回货车是发财车，原因就是因为较早三洋甲汉达因合作生产一款货车，叫做发财，要招做生意人来交关买这款的货车。若买这款货车，大家就惯势讲是发财车。第二个咧，读做财主寿三字传，这意思就是讲一个人有钱有事势，健康佮长岁寿，代表真好命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咧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少年的时，驶一只发财车四过去，上山落海做生意。即嘛有会啊，家庭事业拢下意，会当讲财主寿三字传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财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